当先心伫我的心，我要何落主，亲像早时代美好。当先心伫我的心，我要感谢主，亲像早时代美好。我要感谢主，我要感谢主，亲像早时代美好。我要感谢主，我要感谢主，亲像早时代美好。第三摆敬拜主，我要心伫我的心，我要敬拜主，亲像早时代美好。当先心伫我的心，我要敬拜主，亲像早时代美好。我要敬拜主，我要敬拜主，亲像早时代美好。我要敬拜主，我要敬拜主，亲像早时代美好。好，这条也蛮轻快的一首曲子哈。咱若对PowerPoint的程序都没有问题，但是有的人习惯摕信息，所以请你爱会记住。好，第二摆是唱感谢主，第三摆是唱敬拜主。好，咱搁唱另外一首。对，要练。人生风波了动无停，耶稣条咱着前进。你的付出，恁来好声，前路对我免惊吓。我伫你海主嘛出声，着安定的对行，决定亲像意气刚定。哈，听伊到就是好。这首的作词者，她其实就是一位主教的女儿啦，所以伊的一生拢无烦无恼，拢是伫真快乐、欢喜咧过日子，所以伊写足多歌词都是很能够抚慰人心，哈。所以咱咧唱是伊感觉。伊嘛去感觉到遮，总是，但是伊的人生是真，会当讲是一颗珍珠一样被绣伫手掌中的，不过他还是可以去激励人心的歌词，好，咱准备心，上到来敬拜主。
兄弟平安。平安。这是第一堂台语礼拜要开始，请关手机，安静心，敬拜上帝。来啊！咱来唱歌，学罗上主。咱来称赞，拯救咱的保护者。咱就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就对伊唱欢喜的歌。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伊是赢过一切生命的大君王。请咱做伙来吟诗、圣诗307首。当圣神伫我的心，请起立，吟全首。当圣神在我的心，我要学主，亲像早时代美好。当圣神伫我的心，我要学主，亲像早时代美好。我要学主，我要学主，亲像早时代美好。我要亲像早时代美好。当圣神在我的心，我要感谢主，亲像早时代美好。当圣神伫我
是代悲哦。我要感谢主，我要感谢主，亲像早时代悲哦。更新心甘我的心，我要敬拜主，亲像早时代悲哦。更新心伫我的心，我要敬拜主，亲像早时代悲哦。我要敬拜主，我要敬拜主，亲像早时代悲哦。我要敬拜主，我要敬拜主，亲像早时代悲哦。请咱游园徛着，用书读圣经告别咱的信仰。书读圣经伫圣诗的头前面，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耶稣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定是为个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伫死暗中过活，上天。他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边，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两个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咱同心来启用。启用文第33篇，也就是诗篇139，也就是伫圣诗后面1057页。显着我来启，请兄姐来引。上主啊，你有监察我，捌我。我的一举一动，你拢知。最声对前方，你嘛看出我的心思。我行路，我休困，你拢直看。我的所行所做，你嘛拢知。上主啊，我还未开喙。你已经知我要讲甚物。你伫我的前后照顾我。你亲手保护我。你的财物遐尼奇妙，遐尼关心，超过我的了解。去倒位我才会当多谢你？走去倒位，我才会当多谢你。我若要上天，你伫遐；我若落阴间，你嘛伫遐。我若飞到日出这边，还是去到日落迄边，就若伫遐，你的手嘛会引带我。你的正手嘛会扶持我。我若求黑暗，甲我藏起来。叫暗暝甲我遮着。对你来讲，黑暗无算是暗。暗时亲像日是遐尼光。最声。对你来讲，黑暗甲光明拢共款。上帝啊，你的意念实在真好了解。你的心思实在袂算哩。我若要算，比海沙较济。若算会了，嘛袂透彻你的奥妙。上帝啊，求你监察我，知我的心思。考验我，知我的意念。求你指点我，互我无歹行为。
带我行永远的道路。请咱同心来祈祷。听阮的天父，感谢你，带阮行过世俗惊吓不安的农历7月，你甲平安放伫阮的心内，将平安穿伫阮的骹上，互阮出入拢得到平安。你嘛额头听阮的祈祷，保守顶礼拜的风台，只有带互阮欠缺雨水，无带互阮灾害。阮知你是保护阮的天父，是阮的日头，是阮四围的盾牌。你永远要保护阮，对即时直到永远。感谢天父，阮嘛要谦卑来到你的面前，认罪悔改。有时阮经历一届搁一届的困难试炼，阮强要失去信心，用埋怨、怀疑的心试探你，无过自信伫你的心上时，恳求天父帮助阮，互阮了解你是听阮到底的天父。就算阮可能会失去一切，但绝对袂失去你。感谢天父，阮嘛要也求天父帮助，拍开阮心内的耳孔，听去你透过牧师对阮要分享的信息，互阮的灵命得到帮助。阮安尼感谢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旧约圣经箴言16章18到20节。18节，有骄傲就有失败，有自高就有绊倒。心谦卑甲善车人做伙大，较赢甲骄傲的人分所抢的面。听趁道理会得到利益，倚靠上主真有福气。愿上帝的话成做咱的智慧甲帮助。即时青少年团契要带咱来学乐，因要吟的诗歌是幸福。
愿一切水的歌声，成做芳芳的祭，达到上帝面前，得到伊的欢喜甲感纳。今日要为咱正道的是本堂林耀新牧师，伊要分享的题目是“骄傲伫败坏进前”，将时间交予牧师。欢迎孩子平安，这是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伫主你成的主你，做搁一届来带领阮来到伫主你的面前。主，阮也感谢你，互阮伫昨也经过一个真欢喜快乐的一个中秋节，互阮安尼亲人会通相甲团圆聚集，也互阮伫即个聚集的过程内面，也拢会通有真好的交陪，阮献上感谢。主，阮也感谢你。怎样带领阮，互阮会通安尼伫阮的日常生活中不断来看见主你怎样来带领阮、引带阮，互阮会通认出主你伫阮生命内面的所在，阮就要搁较济来献上阮的敬拜甲学乐，也愿你即时设立你的宝座伫阮的中间来。亲自为阮来征战，互阮欢喜来军队，来放下阮家己心内所有一切的自高骄傲，阮欢喜来弃权，来互主耶稣来伫阮的生命内面掌权，来看见主你怎样来为阮征战迄个好的征战。愿你的神即时来安静阮，也亲自。来开启阮的心灵，互阮看见主你话语中的奥妙。安尼恳求祈祷，靠着主基督圣名，阿免。顶礼拜咱有去讲到即个无家己会通进入伫耶稣的即个丰盛，甲着伊的德性。进前咱嘛提起到即个有关即个复兴一路是一个安尼无家己的路。既然无家己是一个复兴的路，是要互安尼耶稣安尼彰显的迄个一个生活方式，安尼迄个要怎样无家己，这是咱需要去思考的。安尼要活出迄个无家己的生命，咱需要有甚物款的物件来帮助咱。今仔日咱要来探讨一个真要紧的课题，就是咱伫咱今仔日的主题内面的即个骄傲的即个对立面谦卑。伫即个谦卑的谦卑是啥？谦卑就是无家己的一个锁匙。无谦卑，咱就无法度活出一个无家己的迄款安尼的生命。所以只有谦卑，咱才有法度放下咱家己，活出一个无家己迄款安尼的生命。迄个骄傲的人是无法度放下家己，佮迄个骄傲的人，伊不断伫遐来掠着家己，安尼讲自以为是，是讲安尼，甚至看家己最悬，家己迄个自我中心，佮家己用家己来做标准，迄个安尼。甚至会通讲自高自大安尼讲迄个自高自大迄个自傲骄傲自义搁自夸，甚至安那自满若往搁较歹的方向，就是自私自利自卑搁家己伫遐安尼讲。看家己安尼自怜拢是迄种骄傲的表现，嘛是一个离开咱原底迄个应该有的迄个咱应该有的迄个本位，掠着权利，家己要做主。安尼迄个到底做甲骄傲有啥物款的关系？谦卑有偌尼啊重要？啥物会叫做谦卑？怎样将？迄个谦卑来安尼讲，诚做咱的实践。我想咱需要安尼同齐好好来安尼来想即个问题。
咱就会安尼，咱要对即个耶稣来开始来伊的心肠来学习，怎样活出一个谦卑的迄款安尼性命。佮同时，咱也要安尼来提供一寡安尼实践的迄款实际的迄个操练，帮助咱会通将即个谦卑成做咱的性命。安尼大声咱要讲的是啥物货？就是即个做是骄傲的结果。今仔日咱所领受的即个经段内面安怎讲？伊讲骄傲是败坏，败坏进前。骄傲伫咧败坏进前，一骄傲就安尼带来即个败坏。天使长迄个伊的名叫做路西弗。即个路西弗伊原底伊本底伊受造的时阵会通讲无所不安尼讲无所无交臂就对。伊的迄个智慧充足。伫照圣经讲叫做伊全然美丽，却因为伊安尼迄个美丽心中骄傲，所以因为伊感觉家己非常的阳光，至到伊像败坏智慧，互上帝对天顶安尼甲伊摔落来伫咧地上，诚做魔鬼。即个智慧能力虽然有限，安尼抑阁伫咧。但是无法度互上帝来所使用，来互上帝来甲气杀。就甲亲像咱伫咧食着迄个山珍海味共款。即个山珍海味即个美食放伫咧，若放几啊工了了，怎啊来败坏去？你搁较贵的食物嘛，因为安尼来败坏，来安尼讲臭酸去，去互臭去，无法度食。只有干那单调安尼那尔，所以骄傲所带来迄款的败坏，原本是一个美好的智慧的能力，拢无法度搁互上帝来甲伊安尼接纳甲使用，最互咱甲上帝分开。所以咱会通看见，就是亚当伊照着上帝的形象，甲伊的迄个样式来被造的时阵，原底本底。迄个上帝的智慧，甲着伊的能力，拢安尼，拢伫亚当的即个身上，亲像上帝共款安尼的美好。伊有法度甲着上帝同齐伫遐来治理即个全地，管理万物。伫咧爱甸农园内面，伊甲上帝同在遐日子内面，人享受所有上帝所创造遮个美好的代志。但是当亚当甲夏娃，伊伫遐来犯罪，伊伫遐来选择骄傲，伫迄中间要家己来伫遐来做主，就伫咧中间来败坏。迄个生命甲智慧能力，就安尼一个一个拢败坏去。上帝就将亚当夏娃来安尼赶离开即个爱甸农园，离开上帝。离开甲上帝同在安尼生活，虽然亚当伊的迄个智慧能力有限存在，但是却是已经败坏。上帝就甲伊弹掉不爱用。咱会通看见咱中文内面迄个一个字叫做草。我毋知咱用想象的迄个臭字怎么写？是不是一个字再一个大？所以你若甲然后自大再一点，骄傲就是什么？就是发臭，都是臭气。迄个骄傲亲像咱迄个口臭一样，别人闻到，咱家己却闻袂到。因为做人的生活无搁再是迄个美好的，所以伫咧迄个中间。充满了侪都是痛苦，甲着迄个忧愁烦恼，地上也因为安尼来受咒诅。这是伫咧创世纪第3章内面所讲起着。上帝原底伊创造一切拢真好，伊看做拢总是好的。上帝无有做任何的一项物是无好的，所以所有的这罪恶拢是因为
变质来变歹去。这个罪本质就是安怎？就是变质。离开上帝的目的，达未到迄个上帝的迄款的伊的迄个标准，就哪来哪败坏。罪互咱甲上帝分开，也互咱面对迄个死的迄款的安尼讲代价，死的迄个下场。所以咱伫咧安尼大生迄个经历迄个灵的迄款安尼的迄个死亡了，就是甲上帝的关系来隔绝。落尾首上落尾是身体的迄个死亡。所以离开上帝就是离开咱迄个生命迄个源头，亲像迄个树安尼连根拔起，离开土地就是死亡。虽然看起来是活的，其实却是死的，是渐渐伫遐孤单去，渐渐死亡。咱离开上帝看起来咱哪像是活的，但是其实确实是死的。咱的灵魂伫咧离开上帝的迄个瞬间，咱的灵魂马上死。结果咱的魂慢慢死，咱的上落尾最后来死亡。这就是世间人伫咧所着爱面对的迄款安尼迄个结局。咱伫咧历史历代，无论什么款的人，因怎样伫迄个中间，怎样伫遐安尼用尽办法伫遐想要安尼会通得到迄个活命。但是如果咱犹原是迄个罪人，咱就无法度救咱家己。只有借着迄个无罪的主耶稣，伊的死甲着伊的国活来赐下伊的迄个国活的活命，互咱来得到生命，咱才有法度赢过迄个罪的迄款安尼权势。但是罪毋若是安尼做耶稣吩咐咱毋通做的代志，安尼那尔。亲像咱伫咧经文，咱伫咧圣经内面10条大内面讲起讲，毋通偷窃，毋通奸淫，毋通拜偶像等等这。但是耶稣伊吩咐咱所做的，另外就是伊所吩咐咱毋通做的，咱若无去叫咱爱去做的代志，咱若无做，犹原是罪。所以圣经内面侪甲咱讲起，咱应该爱怎样去做，亲像去关心这个孤儿寡妇、这个出外人等等这个。如果咱无去做，咱犹原是犯罪。知影这个歹，搁去做，搁去做歹，是讲知影好，却无去行好，咱这叫做明知故犯，这拢总是罪。安尼，咱要怎样来活出一个赢过这个罪的迄款安尼的迄款的生活？圣经甲咱的应允是真实的。伊安怎甲咱讲？就是我靠主耶稣，咱就法度来得到安尼通过得胜，互咱成做一个得胜搁有春的一个生活。但是咱必须要大声来了解是迄个罪的迄个根源，互咱来认清咱怎样伫咧倒位来对落，咱就会通对倒迄个所在来，互咱来爬起来。所以咱会通看见伫咱过去咱所分享的内面，咱会通看见魔鬼伫咧即个世上伊有5项的规矩。第一个规矩就是袂记得上帝是安尼，袂记得所有一切拢总是出伫咧上帝，一切拢总是上帝恩典。因为我会通我靠我家己来做啥物款的代志，来成就啥物款的代志所以是我所努力的。咱所袂记得讲，今仔日你所做的，如果今仔日上帝只要将你迄口气，甲你收起来，你啥物话都毋是。咱袂记得恩典。第二个是咱迄款只有家己用着掠家己来做中心，毋是掠上帝做中心。迄款的安尼讲，只有家己的迄款安尼性命。第三个就是迄个需要，满足家己的迄个欲望的需要，
却毋是满足上帝的旨意，要来荣耀上帝。咱讲迄个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第五、第四，就是这个骄傲。骄傲就是撒旦伊伫咧咱的生活内面，不断用着骄傲来，互咱刷离开咱原底本底应该爱有的位置。咱毋知会记哩伫咧创世纪内面，当亚当夏娃伊伫遐安尼食着即个分别善恶果的即个果子了，伊看见家己无穿衫，伊就去眯起来，因为伊听见上帝的声音，伊去眯起来。伊伫迄个中间，上帝只有甲伊问一句话，伊讲：你伫倒位？什么是叫做你伫倒位？你伫倒位，就是你的位置伫倒位。也就是讲，你原底本底应该爱有的迄个位置，但是迄个位置，你怎啊走伫倒位？因为骄傲，人想要做上帝，人想要做家己，地思考，伊伫迄个中间选择家己做主，家己做王，家己想要做上帝，骄傲伫咧败坏进程。第五就是贪心。咱会通看见伫咧咱的即个生命内面，咱会通看见咱所表现出来就是啥？无我要爱，有我要搁较济。所以咱所活出来迄款的生命是一个迄款讲我要不断的迄个我要迄款的生命，这就是撒旦伊伫咧咱的生命内面所压迄个五个规矩。地思考，咱伫咧中间，诚做一个无力的基督徒。但是安尼，咱嘛要来问的就是讲，那既然是安尼，有人既然伊会安尼来问讲，安尼罪对倒位来啊？伫咧要回答即个罪对倒位来即个问题之前，咱需要来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安尼，罪人是上帝创造的吗？创造这个世界的时阵，上帝伊讲安那？伊讲伊所创造的一切拢总是好。安尼，伊讲他说伊所创造的一切都甚好。这也就是讲，伊所创造的人，包括人在内，伊所创造的人是啥？是甚好，是完全的，是无罪，是无有罪性的人。上帝看做所做的一切拢总是好。上帝并无创造罪人，安尼人是怎样真做罪人的？迄个无罪的人是听叹迄个蛇哦，迄个撒旦哦，用蛇的迄款的形象，伫遐来引诱伊。蛇的话安尼互人看见只有家己。人想要亲像上帝，就挽迄个分别善恶果的迄个树面顶的果子。伊心内伫遐骄傲，伊互迄个原底本底迄个无罪的人变成做一个有罪的人。安尼，魔鬼撒旦是上帝所创造的吗？这是咱要问的第二个问题。毋是，上帝创造的毋是魔鬼撒旦，伊原底伊所创造的是迄个一个真完美的典范是满有智慧的。是安尼，伫咧圣经内面讲，伊是一个全然美丽的天使长。伊伫咧中间，伊身上佩戴了各样的宝石，有红宝石，有这个红碧玺，金刚石等等遮的。但是安那，伊家己的迄个美丽递到伊心中骄傲，因为阳光来递到败坏智慧。因为伊家己的迄个美丽心中骄傲，所以伊就对天顶来对落，诚做魔鬼撒旦。既然安尼，人是因为罪性来犯罪，安尼是讲因为即个骄傲来犯罪，这是咱需要去想的问题。一个无罪的人原本底是无罪性的，但是因为伊选择骄傲，低到来犯罪。
迄个无罪的天使长，伊伫迄中间原底本底伊是无罪性的，因为伊选择骄傲，递到伊来对落。可见迄个犯罪的主要的迄个起源，毋是因为罪性，乃是因为因选择骄傲。安尼，迄个有罪性的人，减会无犯罪；迄个罪性互有罪的人无法度无犯罪。但是照着耶稣基督的恩典，迄个有罪性的人伊就会通选择谦卑，伊伫遐来选择谦卑悔改，罪就会通完全来得到赦免。这是咧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的第1章内面所讲起着。所以，迄个解决罪的迄个根源，就是选择谦卑。咱伫咧中间，只有看见咱家己的责任，咱伫遐来选择谦卑，才有法度来赢过才会罪性，才会罪恶，来互迄个咱若是将迄个咱的迄个原底本底咱应该负的迄个责任来杀互即个罪性，安尼。咱认真讲，咱就无路通行，嘛无药通医。当咱已经了解，罪毋是因为对上帝来，罪根源是因为咱选择骄傲。迄个骄傲伫咧希伯来文内面，常常是代表啥物货？伊伫遐，伊所代表的是自以为是，伫遐来虚荣心伫遐自夸，伫遐心高气傲。伊若是伫咧迄个希腊文的内面，伊所代表的是啥？是迄个叫做虚有其表、自我推崇迄个高傲等等遮的。所以咱会通看见的，就是如果咱若继续安尼伫遐掠着咱家己伫遐安尼迄个还佫继续伫遐自高，咱就会看见迄个。骄傲是甲着咱迄个家己本身是怎样的安尼绑做伙，是息息相关。所以当人将伊的焦点，伊对上帝来甲转伫咧咱家己本身的时阵，迄个用着家己来看家己做当的时阵，就会对着家己的意思伫遐活，迄就是啥？迄就是骄傲。天使长为着要伊想要做上帝，伊就来离开伊原底本底的位置，伊伫迄中间伊要甲上帝来伫遐挑战，这就是骄傲。亚当甲夏娃，伊无愿意听叹上帝的话，伊伫迄中间安尼掠掉家己的迄个权柄，伊伫遐挑战上帝的权柄，这也就是骄傲。当人掠掉家己的迄个权柄，离开家己原底本底应该有的迄个位置的时阵，也就是问题的迄个起源。人选择骄傲，放纵家己的私欲，就产生各样的罪，致到人甲上帝就伫咧迄中间来隔离。若影响咱家己本身，咱嘛伫迄中间，因为迄个罪，致到咱影响侪人。伫咧加拉太书内面，伫遐来提起着讲，迄个放纵情欲的代志，包括什么款的？伊伫遐讲起着放纵迄个情欲的事，是显而易见的，亲像淫乱、污秽、放荡、拜偶像、行邪术、仇恨、纷争、记恨、愤怒、自私、分派、结党、嫉妒、醉酒、荒宴。伫咧加拉太书内底安怎讲安尼的人无法度承受上帝的国。当人伫遐选择骄傲、掠掉家己的迄个权柄的时阵，就会造成迄个人际关系的破坏。所以咱会通看见的就是迄个国家的遐个领袖，若掠掉伊家己的权柄的时阵，无甲迄个国家放伫咧家己的即个利益的顶面，伊就带来迄个国家的即个败坏，迄个败落。所以咱会通看见的最近即个俄罗斯甲乌克兰的战争，因为一个人伊只有看到家己，伊掠掉家己的权柄，伊将伊的家己的国家的迄个利益，
个人的利益较悬伫国家的利益，规个国家就受影响。佫毋若安尼，规个社会嘛受到伊的影响。迄个地位哪悬的人，因的骄傲所带来迄个破坏性就哪大。所以咱会通看见的是，伫咧以色列，咱会通看见伫咧旧约，当以色列伊伫遐安尼分离成做南北国的时阵，即个第一位国王亚罗波安，伊伫咧迄个中间，伊伫遐选择骄傲，伊气杀上帝。原来本来是上帝将即个权柄赏赐予伊的时阵，伊原来本来咱若看列王记，咱就会通看见，伊原来本来是一个谦卑的人。伊讲我是啥物款的人？但是当伊拥有了10个支派，将做北国以色列的时阵，伊伫遐骄傲，伊伫遐离弃杀上帝，伊无听叹上帝的话，伊嘛无听叹先知对伊的苦劝，伊伫遐来继续行逐样的歹事。就是啥物货？伊伫遐直到后来，即个北国18个王，即个18个王拢继续陷伫咧亚罗波安伊所安尼，咱讲伊所犯的罪。以色列人继续犯亚罗波安拢总的罪。伊的罪是啥物款的罪？就是带领以色列人伫遐来安尼，伫咧所在伫遐拜金牛。来伫遐拜偶像，直到即个北国行做安尼，上帝目睭看做歹事，所以落尾手北国以色列只有灭国的下场。因为伊选择骄傲，所以带来迄个罪甲死亡。所以咱会通看见的骄傲甲着谦卑，这是人的迄个自由的意识所做的决定。上帝，咱会通有个人会问讲，安尼上帝当初时伊就创造人，互人就是伊只有干那一个唯一的选择，就是乖乖啊顺咱上帝的话就好。但是上帝伊无安尼创造，伊爱人有自由的意识。伊伫迄个自由的意识内面，伊选择欢喜来谦卑、来弃权、来互上帝来掌权。上帝伊期待咱是安尼的选择。上帝创造人的时阵，伊互咱迄个自由意识，伊是要互咱安尼做出迄个咱讲自愿性的、迄个自发的迄款的回应。人会通伫迄个中间来选择谦卑，伫迄个中间也会通伫遐来选择骄傲。犯罪甲无犯罪，毋是咱无能为力的代志，也毋是上帝会通代替咱做的代志，是必须要咱伫遐来自发的，咱甘愿伫遐回应讲，要互上帝来伫咱的生命内面伫遐来掌权。所以伫咧旧约内面，上帝不断借着伊的先知伫遐来劝解，伫遐来警戒伊的即个百姓，以色列百姓，期待因会通来回转。伫咧以色列百姓内面，当因安尼受到困苦、受到迄个灾害的时阵，人只要选择谦卑悔改，伊就会通安尼，上帝就有缘会通互人有得救的机会。所以选择谦卑所得到的是啥物货？就是带来迄个稳定，甲着迄个性命。所以求主帮助咱，互咱会通透过咱今仔日所领受的经文，以及咱今仔日伫咧咱今仔日所分享的，咱搁一摆会通安尼好好啊来深想，今仔日咱到底所画出来是一个啥物款的款式？因为这非常的要紧，所以牧师一直不断伫遐来讲，是安怎安尼讲？咱的教会。咱的会友的素质非常的悬，但是素质悬，咱有抵到咱的中间，咱会伫遐开始自高。咱因为咱素质悬，咱比别间教会的会友的素质拢悬足济。抵到就是咱掠做领受上帝恩典是应该。当咱伫遐看见咱所领受到的，咱伫迄中间，咱掠做讲。咱家己开始伫遐自高，
掠做讲，咱为上帝做偌济，偌尔啊济的代志，咱开始伫遐自高，伫遐来拼碰咱家己的时阵，今仔日咱所领受的经文，就是互咱上大的境界。所以求主帮助咱会通好好来亲像上帝，既然赏赐互咱，伊嘛会通将原底本地赏赐互咱的位，从咱的迄个位置，甲咱刷位，敢毋是？所以求主帮助咱，互咱会通搁较学习谦卑，伫咧上帝面前，伫遐来弃权，来伫遐来，互上帝来伫咱的生命内面掌权。咱就要不断伫遐来经验上帝，伊怎样迄个恩典煞遮恩典伫咱的生命内面。啊无，咱会通看见的结果，就是亲像北国以色列共款。咱伫遐讲，咱是基督徒，但是咱所拜、所敬拜，是咱家己本身，是上帝所创造的人的时阵，咱会通看见的迄个结果是啥物货？上帝伫咧今仔日咱雅各书第4章内面讲安怎？上帝抵挡骄傲的人，但施恩给谦卑的人。上帝敌对骄傲的人，施恩给谦卑的人。所以咱会通搁一摆好好啊，伫咧上帝面前，咱搁一摆来谦卑，求上帝来光照咱，看见咱家己的生命的境况，咱就要搁一摆来恢复亲像上帝原底本地迄个创造，就是一个无家己，亲像甲上帝共款有满满的阳光，是甲上帝同齐伫咧爱殿乐园，伫迄个中间同齐来管理即个世界。当咱欢喜来谦卑来顺服主的迄款安尼期待咱所选择的时阵，咱就要经验，咱就要转去到伫上帝所创造迄个美好。所以求主帮助咱也搁一摆前头拄咱所分享的，咱会通好好伫咧咱即礼拜内面，好好搁一摆来想，迄个无家己是复兴的路，是要互耶稣来彰显伫咱的生命内面迄款的生活方式。安尼要活出一个无家己的生命，咱需要是甚物款的一个生命？第二，罪造成的迄款的生命是一个甚物款的迫害？咱要怎样来赢过罪？罪伫咧倒位？罪是安怎产生的？迄个生活内面，咱有甚物款的层面是伫咧罪中间无去互上帝光来甲咱光照的？咱要怎样来赢过即个罪？第三个问题是，上帝互咱自由意识的选择，互咱会通做出迄个自愿性的迄款对主的回应。伫咱的生活内面，咱要怎样来做一个对的选择，来赢过迄个咱原底本地迄个自高迄个安尼骄傲迄款安尼的迄个生命。求主帮助咱，透过咱今仔日所分享的，咱会通搁一摆来反省，咱会通因为有圣神伫咱的生命内面不断伫遐来光照咱，来引带咱，互咱会通安尼恢复原底本地上帝所创造迄款安尼谦卑无家己的迄款的生命。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主，阮是遐尔啊何等的不配，因为你用迄个无罪来代替阮这个有罪的人，来互我来安尼上到伫十字架顶，来为阮来受钉死伫十字架顶。主啊，阮所做的，阮真正袂堪得。若毋是主你的引带，若毋是主你的恩典赐福，阮袂通做啥物货。他求主帮助阮，互阮真正会通搁一摆转来到伫阮的本位弃权，来互主你伫阮的生命内面来掌权。阮就要来经验到主你，因为伫阮的生命内面做主，你就要来设立你的宝座伫阮的生命内面，
来为阮征战迄个好的征战，互阮会通带领着阮来安尼经验着主，因为有主你的掌权，甲主你的带领，就带领阮看过阮生命内面侪遮个困难的事，因为遮个事毋是阮有法度做的，阮只有将阮家己搁一摆来屈家谦卑阮家己困难的代志，互主你来做。容易的事，阮来做，互阮会通不断伫阮的生命内面来经验着主你怎样来带领阮，来跨越阮生命内面的遮个难处，阮的难关。互阮过来，阮的生命是互侪人看见阮的生命，就将一切阳光归互主的生命，是互人看见阮的生命的改变。人就要因为阮的生命来得到对主你来的施恩赐福满满。愿你借着你丰盛恩典，甲你的信息，成就你的心意伫阮逐人的生命内面，互阮会通成做主你所欢喜的学生。当阮安尼行的时阵，主阮就要甲主你有份，伫主你过来的日，阮会通甲主你三甲同齐位来审判这个世间。愿你照着你丰盛恩典，甲你的慈悲怜悯，因带带领阮所有正兄姐，互阮会通成做得胜的基督徒。安尼恳求祈祷，拢上个照做基督圣名，阿免。请咱同心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圣诗385首。人生风波摇动无停，请起立。本主日是11奉献主日，请咱用感恩的心来奉献，回应上帝的恩典。请起立，因11奉献诗。
耶和华你是天地主宰，阁有荣光、威严、能力甲德性。今仔伫天顶地下，拢是你所创造。耶和华国是你的，万物拢对你来。你予人智慧、快乐甲性命，想事拢出伫你的手。阮的上帝啊，但愿感谢你，学到你极大的荣光。我是甚物，竟然会安尼奉献？因为阮的弟以前是外出外人，是脚脚的。阮伫世间的日子亲像影，无通望长长伫地。耶和华我的上帝啊，万物拢对你来，阮欢喜将你所赐的献予你。请坐，请咱同心来感恩奉献，请曾建民执事、刘佩宇执事。起立，因奉献诗歌。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互阮伫礼拜中透过牧师的讲道，会当知影爱谦卑伫主你的面前。当阮谦卑伫主你的面前的时，阮会得到搁较侪恩典甲祝福。当阮嘛将你所赐的献出淡薄，求主干纳。我安尼恳求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请咱同齐来读本周金句，第3页。有骄傲就失败，有自高就滑倒。搁一摆，有骄傲就失败，有自高就滑倒。箴言16章第18节。这是咱来人生报告。报告大声，敢有新朋友伫咱中间？若无，咱来看报告。报告事项第一点，本主日是11奉献主日，请咱用感恩的心来奉献，回应上帝的恩典。第二点，请各团体开始预备后一季10月到12月聚会内容安排。
交办公室来做行事历的制作。第三点，信德奖学金开始申请，请伫9月18日前，往主日学甲各团契来提出申请。10月初2要伫设教纪念主日颁发。第4点，后主日圣经学院奉献主日，由本堂林耀新牧师代表请安报告甲证道。第5点，后主日礼拜后召开主日学教员会，请同工预备生参加。具体消息，第1点甲第2点，咱家己来看。第3点，10月初1，拜六9点甲下晡4点，伫双连教会有举办中职的训练会，主题是后疫情的中职教牧关怀，欢迎中职参加。要参加的，请往干事来报名。第4点，10月初4拜日早起10点甲下晡4点半，有举办关怀4天的训练。这个课程是咱本会有将要参加携手爱无限2.0的关怀事工的预备课程。欢迎兄弟尽量来来参加。第5点，10月13拜四上午10点，伫大溪教会举行南洋区中央到敬老感恩礼拜，会中有举办敬老庆婚的活动，欢迎长辈来报名参加。报名费是每一个人100块。9月22拜四报名截止，请相连长辈往会长陈丽淑姐妹来报名。第6点，永生教会为着建堂需要预备真济款的预备品，品项真济，所以麻烦请看公布栏，有需要的往干事来登记。大多事项，请参看本会每周的大多函，注意事项，咱家己来看。顶周聚会出席奉献报告，咱嘛家己来看。事项表，请服侍同工预备心。会计报告，请家己过目，若有毋对，请往办公室来更正。以上报告，牧师敢有要补充？兄弟平安。咱迄个伫咧招待桌吼，有放迄个油仔吼，是林主节要送互咱兄弟吼。若是妇女团契已经有摕吼，咱就暂时先莫摕吼。若迄落也袂摕吼，咱拢安尼一户一个啦吼，因为原仔有限吼，数量有限吼。咱过来就是嘛伫咧招待桌应该嘛有迄个有兄弟吼，安尼有提供一寡月饼吼，各种无共款的月饼啦吼，若有需要的，咱嘛会使摕倒转去吼，拢自由家己来摕安尼吼。恩心，请问一下，你柚子是有切开吗？都是一颗一颗的啦吼，柚子。OK， 所以吼会记吼。等下若礼拜刷的时阵，咱会通家己来摕即个油安尼吼。你若是感觉讲吼油吼足好食的吼，你要搁加摕一粒吼，就看大家若拢摕刷的时阵吼，你则搁摕无要紧安尼啦吼。以上。谢谢，多谢牧师。咱同心来祈祷，主爱天父，阮一生上水的祝福，就是会当认捌信靠你。你常常把你的话放伫阮的心中、生活中。你的话是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光阮每一天的生命，丰富阮每一天的生活。你要拍开阮心内的目睭，看见你是阮生命的光，跟对你的就袂行伫黑暗内。尤其是面对全球疫情无停歇。全球气候变迁，甲各地灾难、俄乌的战争，求主亲自掌权，互战争甲疫情会当停歇，将你的光照伫这个世界，互受苦的百姓得到安慰、扶持。我嘛要求
保守台湾11月的选举，主所竞选的顺利当选，互百姓得到祝福。也保守最近开学的青少年离开3C的产品，认真专心来学习。保守教会宣教事工、社区弱势关怀、释教70周年献堂，拢有圣灵的光照甲引带。保守教会兄姐、新生人拢得到勇壮，因为你讲病痛你要医治，跋倒你要扶起来。忧伤你要安慰，野神的你要看顾，感谢天父，阮安尼感谢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尊名，阿门。请咱做伙来吟上扬圣诗392首，阿罗上帝万福分源，请吟线，请牧师祝祷，请起立。天父上帝，阮满心感谢你，你互阮有份伫主你的国，也愿你的神照着你家己的信息，甲你所应允的，就不断来伫阮的生命内面来光照阮，来引带阮，互阮会通时时来看见主你的光，以及主你的所做，阮就来学习主你的款式，互阮会通伫阮的生命中不断来。安尼学习主耶稣的谦卑，互天父掌权，互阮的生命不断会通来效法来看见主你话语中的奥妙，佮照安尼来成做阮生命的准绳，互阮会通活出主你爱阮活出的款式。阮就要安尼不断来安尼见证主你的荣光，互主你伫阮的生命内面来掌权做王。但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尽正胜，各愿恁的神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吊恁的是信实，伊也要正义。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听从，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同在伫地，对即时直到世间的落尾。阿免。请坐，列岛避讳。